大家好，你加個 iPhone 啦。今日又係講呢個奧運嘅，咁今次就詳細啲去講句其中一版。呢個官方會話呢個四房腹地1605尺係會有示範單位，複式嘅示範單位。因為唔知5月30號佢會唔會優先俾我哋代理睇，但係佢已經公布咗佢個示範單位嗰個展覽廳係會有呢個複式嘅單位去睇嘅，咁我都好期待啊！咁我會講下呢個單位其實佢有咩優勝之處啊？你見到佢個廳係闊4米、高4米，即係一個好四方形嘅一個落地玻璃窗，而且呢種四方形嘅設計，你點擺傢俬都係一種好靚藝術品嘅一個黃金比例嚟嘅。咁個廳就由大門口入到去就闊7米啦。咁佢一個4房雙套設計。咁如果你有招待朋友嘅，咁呢個係一個我哋會稱之為客套房啦。咁佢有客人嘅套廁啦，同埋有客人嘅睡房嘅。咁如果你係啲可能港澳內地香港兩邊走，可能你會有你朋友會嚟到香港住宿嘅時候，你可以有1晚或者2晚咁俾佢用呢個套房啦。如果你唔係話好多來自內地嘅朋友，或者要成嚟香港暫居，或者一啲移咗民可能會久唔久翻嚟香港嘅朋友，咁呢套房就好合適嗰啲有5湖4海嘅朋友，環遊世界嘅朋友都會啱呢個主人家去買啦。咁有一個客套房嘅，咁同埋最正我就覺得佢露台咧係一個女字形嘅設計啦，一個女字形嘅設計，咁就變咗客廳望出去景觀就唔會俾個露台遮咗，而個露台本身嗰個欄杆就唔會話剝咗佢嗰個景觀嘅。同我覺得最正係你可以由廚房，即係佢個露台重心偏咗去同廚房相連，咁變咗如果你係洗衫中意攞衫出去晾嘅時候，咁你可以經呢個廚房嘅通道出翻去，咁你就喺度擺翻啲晾衣嘅地方啦。其實我覺得呢個女字形嘅露台設計係幾好嘅，因為佢能夠方便咗你喺廚房或者洗衣間可以穿翻出去露台，咁你就可以掛衫啊咁樣啦。其實呢個係喺美學同埋呢個實用方面，我覺得攞到個一半50-50嘅平衡嘅。咁而上樓梯就去到一個私人嘅空間，呢個私領域啦。咁私領域佢就一個家庭廳啦。咁如果你啲仔仔好中意打遊戲機啊，咁呢個地方就可以做一個遊戲嘅家庭廳嘅一個遊戲室啦、遊戲廳啦咁樣。咁而佢上面就有3房啦。咁已知咧，佢話其實佢個露台呢個位咧係有6米高嘅，而佢客廳講緊又有4米高。咁我相信佢2樓呢層大約係2米多少少咁啦。咁都個樓底都幾高嘅，唔會話好大壓迫感。同埋佢主人套房係一個3邊6床，咁我覺得嗰個空間感係足夠用嘅。咁我容積應該係舒服啦。同埋講緊佢個主人套廁係用一個意大利嘅品牌嘅，咁我相信佢嗰個裝修啊、設計啊、配合佢嘅空間都會攞到個唔錯嘅感覺啦。咁嚟緊5月30號就開示範單位㗎啦。咁我歡迎各位快啲約我，話唔定有 MVP 時段，或者可以優先預約、優先參觀。如果你睇到條片，即係有興趣去睇呢個示範單位喺港島以前嗰個，總之嗰個 K 手個示範單位之前都係新世界一個好大嘅盤嘅，我唔記得咗個名，但係相信嗰個盤咁好賣，即係佢都能夠有短炒獲利，係摸貨都做到嘅。咁呢個一百火都可能有一個摸貨嘅一個傳奇。咁究竟佢係咪靚到係可以自己攞嚟炒定攞嚟自用咧？咁就不一而知啦。但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睇示範單位嘅，就快啲約我。好，今次條片介紹就咁多。好，我哋聽日再見。今日係第6日去介紹奧運嘅。好。
拜拜。